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2月2号，迦南之声要分享的是合神心意的敬拜。参考的经文是以西结书46章1到24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每一个安息日和初一日，全国人民都要在这门前敬拜上主。在安息日，君王要向上主献没有残缺的小羊6只，公绵羊1只，做烧化祭。以西结书46章3到4节。这一章的经文主要我们要来看有关于敬拜的定例，就是在安息日和初一日，在节期的敬拜啊，每一日的献祭啊，我们要一起来领受经文里面提醒我们的。先知在本章的经文记载了新的圣殿当中敬拜的条例，包括在安息日、月朔就是每月的初一节期以及每日的敬拜。圣经提到，当以色列人复兴之后，他们不仅会重建新圣殿，还要重新恢复敬拜的制度，就是恢复每早晨、每日的献祭，安息日的敬拜，每月初一以及各节期的献祭等等的条例。我们知道守安息日及各样的节期及献祭，乃是在表明人需要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对我们这时代的信徒，我们也许不需要再如同旧约一样遵守这些繁复的敬拜制度，然而我们仍然要建立敬拜的生活，成为敬拜的子民。我们要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因此呢，今天我们要从这些敬拜的制度来思想，我们应当要如何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。第一个就是每天早晨的献祭，在13到15节里面提到说，每早晨、每日要献燔祭。基督徒应当每一天都来到上帝的面前亲近他，特别是应当把握早晨的时光。在一天的开始，我们便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献上我们的赞美祭啊，我们的感谢啊，也如同献燔祭一样。那把我们的全人完全献给上帝，告诉上帝，我们把我们今天献给他，不管今天我们在哪里做什么事，我们都求他来使用我们。第二呢，每安息日的敬拜与献祭。第1到第5节提到安息日的敬拜与献祭。基督徒都应当看重把主日分别为圣归给上帝。也就是说，上帝说我们主日要休息，要来敬拜他。在这一天特别要来到圣殿敬拜，感谢过去1个礼拜的保守看顾及他所赐的丰盛的恩典，并且我们要从敬拜及听讲道的当中重新得力。而面对新的一周的到来，就是领受上帝的能力，帮助我们面对新的一周。那这是何等美好属灵的习惯！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。第3，
每月初一的敬拜和献祭，每一个月的第一天，也就是另一个新的开始。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属于上帝，因此呢，我们要常常回顾我们所走过的日子，有恩典要数算，有失败要悔改，并且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让我们认真来过每一个月、每一周、每一天。第四就是各节期的敬拜和献祭。在第9到第11节提到各节期的献祭，上帝为以色列人定下3个最重要的敬拜节期，就是逾越节、五旬节和住棚节。我们再次看到，上帝不要我们的日子是一直在忙乱、没有安息、疲乏、没有喜乐当中来度过。因此，上帝要他的百姓常常分别时间来亲近他、敬拜他、聆听他的话语，使我们是充满着喜乐、信心以及他所赐的能力来面对他给我们的生活的挑战。那这样的时间不仅是每一天、每一周、每一月，甚至他希望我们是能够在1年中分别有一些比较长的时间，更专心来亲近他，让我们能够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，也领受他丰丰富富的恩典。我们来默想，借着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献祭的制度、时间的安排，对你是不是有什么提醒呢？你是否有每一天分别出时间来亲近上帝的灵修时间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透过先知的传达，不断提醒我们亲近你，连结于你，让我们每一天都有稳定的祷告、灵修的时间。但愿我们每一天、每一周、每一月、每一年都能够固定分别时间来亲近你、敬拜你、聆听你的话语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